讲到这个选举，台南市政府呢，经发局局长陈凯玲，互咱建议讲经手7个这个工业区开发租售管理案的时，操纵散布对得标厂商信用不利的消息，佮要求对方提钱来处理。检方复讯了，认为讲伊涉嫌犯了这个贪污罪嫌重大，而且有逃亡、串证、灭证的顾虑，当定价逮捕，并且向法院申请收押。市长黄伟哲表示讲，市政府会全力配合检调的侦办。一透早出现开市府新任人事记者会，担任市长黄伟哲真严肃，因为检察局长前一天互检调搜索，经过检方核实了后，互逮捕，申请羁押。会要求我们的团队的成员签署廉政公约，这传言不是事实的。所以他本来就是要离开的，他本来就是离开，传言本来就是，那本来就不是。所以他被声押并不影响小内阁名单啊。原本就不影响。外团陈凯玲要伫新一波人事案调去做环保局长，因为表出食钱案出现变数。不过黄伟哲否认安尼的讲法，佮讲陈凯玲早就有讲要转去学校教册。局长现在在搜索什么？总中道陈凯玲倾向互检调搜索，带转去调查。陈凯玲向检机处理7个工业区开发租售管理案的时，超工去传一寡对得标厂商信用不利的消息，结果要求厂商提钱来处理。检方认为伊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及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，佮有财产来源不明等等的罪嫌。犯嫌重大，且有逃亡、湮灭、伪造、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，经当庭逮捕后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53岁陈凯玲学经历丰富，有硕士、博士的学历，佮捌伫几内县市担任重要局处长的职务。小内阁首长涉嫌贪污，黄伟哲透早也是依照行程公布新人事，新任副市长是交予文化局长来做，经发局长是交予台中市府参事来做，希望新人事会当带予市府新气象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